好，分享真到现场吼，刚下有收幾到嘅吼，也 EXR 組劇團地度吼，沒有做一個親子嘅劇團吼，劇場啦吼。不過剛下講到嘅，係唔係呀親子劇場吼？啲呀苗栗呀隻素材，有一個願望就做得順費呀18鄉鎮嘅吼，除咗呀18鄉鎮，係唔係會去其他演示啊，去做一個表演？亚洲队啦，我们其实没有设定说只能在这个18乡镇，是我们自己发愿，希望说这个作品能够走完苗栗的国高中小学。那算起来，全部的学校加起来要5年。漳州队全部走得完，哇，太卡！对，什麼老豆吼，就係苗栗係細細嘅手才冇哦吼，因為只有到山檔風啊，因為都市風那啲吼，去行了沒了啦吼，去做去吼，5年嘅時間。對啊，那所以5年嘅期間，咩做得去到其他演示就。亞洲隊啊，東繁陽啊，因為我們劇團其實經營不易啊，經營不易，啊呀，親自嘅劇場因為唔是錢呢，那真係動有形呢，係冇。那也就是我们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希望，说苗栗在地的藝文環境可以慢慢的培養起來。那我們自己本身培訓的團員有一個實際上的一個展演的舞台去磨練他們，所以就是對，就是這樣的一個結合。然後當然也是真的更希望在地化，因為本身 ES 亞洲劇團，我跟印度老公，他在這邊台灣生活，其實是需要花一點時間去適應。那我這個也常常在想說，客家人、客家話講的安南。然後做的作品又沒有一定要是對關的，可是我自己覺得，我真的是覺得我愛客家人這個事情不會變。我也覺得，如果我今天還沒客家人，我可能沒有辦法支撐這個劇團。其實你自己喺咧行業嘅時間，已經老懂到行業嘅藝術，就已經標定你嘅戲劇地度、你嘅表演地度嘅，係嘛？係冇錯。我說剛才有談到嘅，就係只親子劇場地度啊，除咗做得去到其他演示以外咧，啲苗栗也就天氣啊，咩三萬啲嘅行體也18鄉鎮咩，不過講起來可以啊，親子嘅部分係會遇到啲苗栗也就素材，可能會改變佢嘅語言啊，還係客家話會有冇強用喎，還係唔會？目前因為苗栗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譬如講客家話，講紅樓誒，然後其實也有原住民，也還有眾多外籍的外配，所以它其實是蠻 EX 亞洲集團的，真嘅，客家居有客家語言，對，所以我們其實最後就是一開始還是以國語出發點，再加上我們的團員原本招收是希望說苗栗的子弟多一點，結果搞到就是南到屏東，北到台北，大家都覺得說我想要來這個劇團，因為我可以受到比較好的一個專業的訓練，我有一個未來一個持續發展的一個可能性，所以後來我們也沒有局限說只收苗栗的。那當然我們也碰到一個實際上的問題，就是說會講客家話的人你才可以演，所以我們今年其實有規劃的，希望說客家戲曲的老師還是把傳統那一塊能夠讓現代的演員有機會去對，慢慢的培養他們的興趣，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是你越強迫的時候，有時候會有一個年輕人會有一個反抗性，就像我對啊，對，就會就像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CC 有學到國民小學的時候，你講客家話，老師會叫你掛牌子說我禁止說方言，對，那回家來爸就會說你怎麼不講客家話，你怎麼不講話，越逼的情況就走到越偏的地方，故所就變做安尼。對，所以呢，現在我也就講人家客家話去釀轉來，真勁，我聽嘅釀轉來。對啊，我講起來話吼，係唔係一下啲天師面前嘅欣賞啊，係好高，係對呀EXR 組劇團係有興趣嘅吧？係唔係係做得讓人家就聯絡做一類合作？當然是很歡迎啊，但也是我們希望的，就說我們自己本身也規劃未來ES 亞洲劇團在苗栗，我們今年搬了新家，也希望那個排練場變成一個苗栗市，不要說很多人到了苗栗市，都要去那裡聊，沒有一個至少有個藝文的一個中心，可以進來，周六日帶着小朋友進來看一些表演藝術活動，或者未來我們會規劃一些小朋友有關的一些戲劇課程，就做得對，讓他們就是假日其實行行聊聊，還有多一個選擇，也可以慢慢的變成一個日常的一個對看戲變做做戲安尼過程吼，來訓練下佢細年嘅自己律動啊、身體啊。唔講係談到，也要搬新家，係唔係團員要拖的地會更
出得去哪会喊较烦的，没多了办公室了，本来只有排练场的，现在连办公室的那个就对。不过吼要讲到吼呀 EX 亚族剧团吼，唔嘅联盟动态呢吼，系亚族哦。讲到呀亚族吼，唔但唱系国际化。唔嘅语言係唔係咩愛國際化？呀，語言嘅問題係唔係？而家還有講到吼，為幫啲戲劇制度，嗰時候有戲劇制度咩會展現咧方言，還有就係福佬話、原住民話，可能咩會有新住民係那邊嘅新住民嘅話，還有自家嘅老公係印度話，係唔係咩會有安尼幾百啲一隻戲劇制度嚟做一個展現？我們在2012年的一個戲叫《後塞雷》，就是廣東話，對，它其實裡面動物就講了5種語言，就是剛剛有提到的有客語、有台語、原住民阿美族語，然後印度語。那其實語言的部分算是 EX 亞洲劇團一個比較獨特的一個特色。我們其實如果那個劇本本身有那個可能性，我們其實會希望把不同的語言融合進去。那觀眾常常在看戲的過程中，也會覺得說，哎，其實語言這個東西的隔閡是可以透過戲劇被解決的。對，所以我雖然聽不懂，可是我的情感我可以跟，我還是可以了解得到。或許也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我們在跟其他人族群相處的時候，其實我們講說 EX 亞洲劇團，我們常常講說我們的 slogan， 我們的那個是跨國界無國界，同時立足希望說在地立足苗栗也可以放眼國際，這是我們劇團在成立的時候有的這樣的一個宗旨。哇，懂好呢！唔過剛剛講到嘅喺語言呢時節吼，我講呀原住民話嘅話，喺真經唱到伊咧原住民嘅演員。係啊，印度咧，印度做愛老公啊！哦，這個做係嘛？這個做戲，他本身也是演員。嗰時候係合法嘅話，咩愛唱到係行人來做戲，行人就范夢萱愛練。嗰時候唔係一陣演員愛講印度話，係真經唱到係本身就係講嗰陣。快年來做戲，會更加真實就錯嘅。係冇錯。哇，你知道啊，嗬，對呀，何況比波嗬做研究以來嗬，訪問當地嘅劇團啊，無論係做戲劇嘅，還係做音樂嘅，真正係對自家熱愛嘅東西嗬，會有熱情啊，嗬，會有心嗬，真做得堅持到研究嘅時間，都也係9年嘅啦，嗬，做得繼續啦，嗬，做得捱下假年嘅。真正要嗬講到嗬行人嗬，要有一個基本的基因，可能係你自家冇安尼知道嘅，做研究過後咧，就說可能留客家，可能留行人有關係咯，係冇？係啊，呀3年來嗬，從劇團9年嚟咩？呀夢萱係減呢個3年咧，你知道呀3年來後有乜家對你自家有咧改變咧啊，還係學習到乜嘅東西咯？改變係啊，一開始我就吃到劇場老人生係做唔得分開嘅，做唔得分開去用嚟講，就應該說我是就是一開始先讀書，然後就從書裡面就讀到人家說什麼哦，劇場好像可以就是就像一個人生的縮影這樣子，然後我就慢慢的在 EX 亞洲的課程裡面，然後比方說學就是請到老師來教太極導引，或者是請到老師來教一些身體上什麼印度武術之類的訓練，那我覺得那是很長期我會放在人生裡面的，然後對我自己的轉變來說是一個很比較快速就讓我成長吧，很快就是感覺我會去比較獨立思考，然後不再只是一直想着說只有念書這樣子。對，嗰時候啲呀談起來吼 ，EX 亞洲劇團後面有咧度化嘅功能，每本自家嚟做咧反省省思，心靈嘅成長，係冇？對自家嚟講，唔講而家還有講到啊，吼，就係劇場啊，吼，啲做戲嘅時間可能老成法係做唔得脫離嘅，唔過啲做戲啊，吼，老成法係唔係真正愛分清楚咯？有咩係咧重要嘅部分吼？其實會，我們常說有人說啊，我入戲太深，我出不來。其實那個是因為你沒有一個專業的方式，應該你自己要很區隔，你是怎麼樣進入角色。對，你要有一個 switch， 你自己知不知道？所以專業訓練的部分是在那邊。那我覺得對於團員來講，說這個度化的過程，可以啦，其實是會有看到那個轉變的東西。可是我覺得也是要回到說。
说，他们自己本身对自己的认识，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训练你，我们不可能一直带着你，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独立思考的艺术家。因为你这个没会做一类欣赏，对，教一下你的学弟妹，还有你的学生的，没有安尼可能吼。因为像孟轩伊还没含伫读书的吼，读个迄研究所，咩迄老爷相关的系冇？嘿，我读北医大迄读理论的，表演方面就是在亚洲剧团这边这样。哇，真给也喺实习场所啊，系冇？你的理论啊，也喺实习场所就错嘅。不过亚拜吼，请注意吼，雷老太家讲嘅就係唔行嘅，一类戲劇就係3年大嘅時間，不如咧 I Story 4嘛，吼，就係你嘅實驗室咧第3號嘅一類故事，那可能係太年看卡適合係冇？其實我們作品一直沒有設限，對，就是小朋友其實他有他自己的欣賞，只要你裡面的那個主題沒有涉及小朋友不適合的，其實小朋友他可以用他，像我女兒，我們每天排練，她都是第一個看那個故事的人，所以我想我應該不會把自己的女兒推入火坑，她可以看我們應該其他的小朋友絕對可以。佢較早熟嘛，因為對一些就可以試看到爸爸媽媽啲做，你唔準哦，這也有可能哦。唔講唔怕，唔睇細年嘅話吼，咩有咧親子嘅劇團吼，劇場吼，也係那時都得做一類演出的喏。喵語鳥我們是3月1號在苗栗縣的頭份鎮公所中山堂，下午2點半，用2班50錢，就是它的座位很多，500多個人，就是你如果3月1號剛好這一個連假拜六，下租，如果你有機會的話，到頭份鎮公所那個喵語鳥的那個作品，其實是很適合親子一起去欣賞，就是你在連假吃吃喝喝之外，有多一個還不錯的藝文欣賞。那3月5號是在建功國小的體育館，3月6號是在西湖鄉，就是苗栗縣西湖鄉的一個西湖國小的那個他們的活動中心裡面，都是不用錢的。不過唔加講嘅吼，亞地蟲可能就已經播出嚟咧。嗰時候3月中過後，還有其他計劃嗎？目前喵語鳥今年就在3月之後，可能就會規劃明年我們可以再到哪些地方，甚至是其他的縣市也可以邀演。我們3月底會在高雄的夢時代那邊也會有一個比較短的一個演出。嗰時候觀眾朋友吼可能冇參加到吼3月初嘅，有冇好加講嘅嘅幾多場嘅話吼唔怕，啲3月大嘅時節後尾有啲高雄吼有咧親子嘅劇場吼，就係喵語鳥。假使吼即個學教學嘅學生嘅話吼，要做啲老亞組吼 EX 亞組劇團嚟做咧練習吼，要做一咧合作嘅過程啦吼。希望大家吼對呀戲劇啊，要做啲對即個妹嘅，還有奶嘅，還有學生嘅有新嘅目標樣嘅學習咯吼。今日咯同歡喜吼，做啲邀請到嘅佩安還有孟軒嚟到現場咯，大家分享按到按啲些。好，希望大家咧有機會後就做啲3月大嘅時節後來欣賞一下 I Story 4精彩嘅演出咯，一下就先來去看一下，等下聽欣賞，聽下來做運動了。